粵語鬧人嘅10大動物，豬揼兜，揼嘅意思就係下垂。咁啊，豬揼兜係一嚿肉嚟㗎，佢就喺豬嘅下巴同埋頸中間嗰嚿肉，好似一個揼落嚟嘅兜咁，叫豬揼兜，即係形容人好蠢啊！扮晒魚蝦蟹係扮嘢嘅升級版啊，即係假扮自己好勁好犀利，實際上冇料到㗎。鹹豬手，平時搭地鐵搭巴士人多擁擠，如果有人嗨嗨你囉柚呢，你記得大嗌鹹豬手啊，非禮啊！鵪鶉遇到風吹草動啊，鵪鶉就會縮埋一嚿，形容人膽小怕事怕醜，好容易怯場啊！死蛇爛鱔，一攤嘢咁攤喺地下，即係形容人好懶，做事拖拖拉拉啊！白鴿眼嗱，啲白鴿咧係咁樣睇人噶嘛，即係話又叫勢利眼啊，淨係睇得起有錢有勢嘅人，一般人咧佢睇唔上噶。失魂魚就係精神恍惚，注意力唔集中。下一條錄咩啊？哎呀，我哋講到邊度啊？嗱，咁啊失魂魚啦。大頭蝦粗心大意啊！你嗌佢記得夠鐘煮飯，佢可以加晒啲米同埋水落去，但係唔記得插電。一身蟻即係形容周身都係麻煩是非，冇得清閒噶。水魚好容易俾人呃，成日俾人揾笨，唔好做水魚，要做叻叻豬啊！